周二經歷過山車之後，周三金市終於穩住陣腳。亞市盤中現貨黃金延續日內反彈走勢，目前企喺4220美元附近，升勢有動能。今次反彈唔係無的放矢，多個利好因素夾埋撐住金價，走勢越來越清晰。最核心嘅支撐依然係美聯儲鴿派預期，受呢個預期帶動，美元同美國國債收益率同步走低，美元弱咗，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又減低，加上新嘅地緣政治擔憂冇出嚟，避險需求又上升，呢兩大因素雙重加持，直接為金價托底。而家金價阻力最少嘅路徑明顯係往上走。地緣方面有新動態要留意。周三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出聲，表示俄美兩國暫時未就結束烏克蘭戰爭嘅和平協議達成妥協。俄羅斯高級外交政策顧問仲補充，仲有好多工作要做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市場嘅地緣緊張情緒又升咗，避險資金自然會湧向黃金，進一步加強支撐。除咗地緣消息，仲有兩個關鍵數據要盯實，分別係美國 ADP 就業人數變化同 ISM 服務業 PMI。交易員都緊緊關注，如果呢兩個數據表現偏弱，好大機會進一步強化美聯儲12月議息後嘅鴿派立場，到時金價又有機會再衝一波。再睇技術面，簡直係全線向好。黃金日線圖顯示21日 SMA 簡單移動平均線不斷上升，仲企喺50日、100日同200日 SMA 上面，形成短線大長線嘅上升格局，而且更長期嘅均線都跟住往上移，說明長期走勢都偏向利好。仲有兩個關鍵信號要記實，第一，金價一直穩穩守住呢幾條均線上方，其中21日 SMA 喺4117.64美元附近，提供好強勁嘅支撐，只要唔跌穿呢個位，上升格局就唔會變。第二，相對強弱指數 RSI 目前係62.86，保持正值仲不斷走高，話明買盤動能仲喺積聚，後續上升動力充足。操作上緊盯兩個關鍵位，如果金價能夠持續突破4275.16美元，咁升勢就可以延續，後續有望再上一個台階。但如果唔小心跌穿4191.95美元下方，就可能重新回落去測試短期均線嘅支撐，呢個風險要留意。最後都要提提大家，以上內容純屬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，買賣黃金嘅盈虧都要自己負責。快啲訂閱，俾個 like，再 share 俾身邊嘅投資老友。多謝收看。